好啦，乡亲啊，未来新竹甲台北的路径咯，这个国道1号五羊高架已经核定通过，南平要延到苗栗的头份，下摆台北到新竹只要45分钟。国道1号顶岸五羊高架道，伫北部的朋友定在使用。这条路通车以后，台北甲杨梅之间常塞车的状况就解决了。不过，即马大新竹生活区愈来愈发展，煞互竹北甲头份之间常会塞车。竹科产业继续蓬勃的发展五羊高架向南延伸，来解决长时间民众因为交通拥塞造成的这个不便哦。去年底交通部长林佳龙原来亲身来视察，伫行政院完成评估了后，今年伫5月已经核准通过。建设的经费高达新台币750亿，要向五羊高架路段延伸到苗栗头份。完工了后，自台北开车到新竹只需要45分钟，就可以直接很快就上五羊高架，不用说我还要再走一段高速公路再上去。逐工在开这条路上下班的民众非常期待，希望会当解决国道1号新竹路段伫竹北、竹科、光复路等路段塞车问题。五羊高架桥目前上关的路段离地面有要到10层楼这么悬，未来要向南延伸，防止强风甲对抗地动种种的安全措施，原来会做好上完善的规划。